那针对这个国民党的不分区，韩国瑜讲，这个名单顶有真侪人，伊拢无熟悉，无方便来做评论。但是对陈明忠、郑良介、叶玉兰专业的能力，伊是真肯定。为着要讲蔡赖配是头齐脚无齐，两个人袂当共心，所以形容蔡赖配就亲像是武大龙甲潘金莲假面配，来引发着争议。韩国瑜讲，若是感觉无文雅，伊真歹势，伊愿意来收回。另外，有关伊的房屋买卖状况，伊讲明仔载会开记者会，做一解来公开。大家都很关心我的房子问题啊，不用担心哈，我今年已经62岁了，在我们人生过程之中，买卖房子啊、理财各方面都一定会碰触到。我们明天会有个记者招待会，一次性的公布。如果觉得武大郎跟潘金莲盖棉被不太文雅的话，我愿意收回。我感觉他们两个不够同心，是政治的结合，选票的考量。不像我跟张善政院长，我觉得我跟张院长之间的搭配，我们是对台湾充满的忧虑。针对这个张善政不满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，所以主张应该把总统的选举甲不分区来做切割。韩国瑜讲，张善政是无党籍的，对政党政治的运作无一定熟悉，伊会搁甲张善政来沟通，到时阵会互外界完整的讲法。